有当时啊，真像的歌星开演唱会，票是真歹买，都有人会想空想胖去抢票，抢票了后，再个乌白绑架去卖予别人，也就是咱讲的黄牛。即马票贩的条款为6月初2开始实施啊。文化部讲，票贩的票若是卖比原底价格搁较贵，就会当罚原价10倍至50倍。另外，若是用违法的方式用软体去抢票，上当是要关3年。疫情等候，边境也放零，一个国家的歌手拢来台湾开演唱会。不过，真正伫发生韩国团体 BLACKPINK 演唱会门票，一张8800，予黄牛发到40万。却没有办法交付已经说好的全部票券，那被害人就质疑遭到诈骗，那总共损失金额约49600元。黄牛，警察马上到现场。黄牛票予真侪民众看袂落去，要求政府爱定出办法。4月份行政院虽推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修正案，送立法院，立法院也用1个月时间随3读通过。文创法修正条文5月3日经过总统公布，6月初2起行。各界关心的黄牛条款也包括在内，要重罚原价票贩仔，也若侪人关心的实名制买票制度。文化部也甲演唱会主办单位售票系统来强化买票的机制。售票平台KKTIX 表示，针对新的规定，因是乐观其成，因为都有法律会当来约束。因为当初我们其实有针对黄牛这件事情，或者是特殊的行为去报过案，但是稽查公部门他们都没有办法对这些事情做一些处理。那这个法制上了之后，我们还蛮乐见其成，而且希望它可以真的是起到一些比较吓阻的作用，这样子。文化部表示，根据新修正的法条，用超过原本的价数卖月原票券，或者是用物件来换票，有得到利益的，拢算是黄牛，会以票价价数罚10倍到50倍罚款。也若透过机器人无正当的方式来抢票，上当会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另外配合新法起行，也开通检举专区，民众若总有看到违法的行为，就通检举。记者柯嘉轩、林玉凯台北采访报道。